说，那杨文文他今年才8岁哦，然后他上个月也到台湾去演唱哦，得到很多台湾朋友的喜爱。当然最重要的，我们杨文文的歌曲现在在我们的网络已经都有好几10万的点播率。来听看麦，这个戴慧英啊，杨文文怎么样把尚明老师的《猛救》唱得很好，连尚明老师都来跟他按赞哦。来，邀请我们的杨文文带来这一首《猛救》，谢谢。心内，只听纯情爱为你来期待。
注意给听哈，他的很多的转音哈都唱好。你现在最后句的转音唱得很好哎。一号梦就像你叫做爱。哦，他以前刚练的时候，这个句还没转过去哦，他今天唱全部都转过去了哈、所以文文今年是几岁啦8岁。去台湾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对台湾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坐飞机。坐飞机，除了坐飞机之外，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？吃冰淇淋。吃冰淇淋，他最高兴。他去4天，吃了4天的冰淇淋。然后坐飞机的时候，坐飞机一下子就到高雄。他说：“诶，怎么都没有这样一上一下就到了高雄呢？啊，如果坐飞机一上一下的话，最担心的是大人，因为那会很可怕。所以他坐飞机说：，坐飞机怎么太平稳了？他喜欢刺激的。我们觉得闽南语歌比较好听还是国语歌？闽南语。要不要继续往前冲？要好，我想我们也是我们闽南的非常的好的苗子，所以他的歌在我们的网络点播非常多。希望大家如果爱听我们的歌，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网络这个去点播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视频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文文。